那个好像是。快，用手机拍照。你拍我干嘛？拍叶子呀！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可舍不掉。有手！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看来是找不到四叶草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家呀。现在就回家呀？不然呢？你还想去哪儿啊？锦溪，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。没错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直接回家太可惜了。我们爬个山，收获一下筋骨吧。我突然觉得我有点腰酸背疼，要不你爬山，我在山下等你。你平时养尊处优惯了，爬山对身体特别好。是啊，爬山很简单，你要喜欢爬，我组织一个登山队陪着你，慢慢的登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崇山峻岭。但是今天，还是算了吧。顾先生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什么？我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不行。你行，你行，我相信你。回家吧。等等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什么叫行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休息。哎，跑啊，爬山啊，才跑了半个小时，你就休息了16次，喝了3瓶水。照你这样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？不是，你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我从小就爬山啊，这种山对我来说是小 case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？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走吧。哎，我不管，我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休息。贺锦熙，你还说我不行？我看是你不。